教室路口的墙围边出现真侪坑布网的网仔，顶面用七彩线交织做伙，伫咧学校内底看起来真显目。原来这全部拢是大甲区东阳国小老师学生的创作。这些捕梦网装饰在学校的墙面上，给学校带来一些比较独有的特色，感觉学校变得比以往更加的好看。这几年东阳国小推动美感教育，进前特别邀请全校的老师学生做编织200件布网的网仔，整做一件大型的装置艺术。也希望说透过教育能够让学生实现美梦。这阵东阳国小学生学免怎利用家己的双手编织真侪种梦想，也了望因伫咧未来学习道路，都能继续面前打拼向前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